议员郭丰仪针对台南市配合建城四百档，发行市民主题一卡通，因为原先限量只有2000张，一开卖无到2点钟就被抢完，因此询问民政局后续的处理。对此，民政局回应，有搁再开放民众来登记，不过嘛有议员批评政府做代志爱规划好，唔通一开始限量，后来起来开放。买不到，订不到。那个追加无？要加码无？有啊，迄个这就是4月17到迄个，顶过4月17到4月3站吼，都有迄个区公所有登记，拢总有4000几个个登记。如果哪个不够咧？无啦，无啦，因去登记吼，就是开放的啦。开放的吼，开放是在人去登记。所以你那段时间是在玩一玩之后，大家因为吼，实际上以前就讲，当然是议员有提议讲吼，那个台南市本来是不是发个市民卡？啊，毋过这是拢伊卡通公司吼，伊有算嘅成本，伊惊做起来。惊无人用啦，所以阵早设定讲限量迄个量，啊尾他早讲遮侪人使用，所以阮搁增加伊区公所，互伊会当去认购啦。若要做一道，互大家拢买会到，互我嘛感觉安尼好。啊，但是你唔好头前有迄个限量抢购的风潮，造成大家反而民怨更多了，好不？感谢。这是一个美意，但不要造成。对了，我来改进啦，还是。另外，有关北区百花街一夜时间中的大楼建案。因为造成周边透天厝明显来起气，虽然责任无伫个区公所，不过议员做这话嘛肯定区长的作为，伫个第一时间来关心处理。区长表示，目前案底的总共有5户14个人，除了1户甲建商达成共识，愿意来搬迁，其他还搁咧协调，而且嘛有住户伫个顶礼拜甲地检署来控告建商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